咱先来进入咱早祷的时间，咱先来唱这首诗歌，伫耶稣的脚前。 感谢主，咱会当伫伊的脚前来祈祷。咱伫世间，咱要甲别人讲咱的烦恼、忧愁的时阵，拢无法度，嘛袂当得到帮助。但若会当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伊的脚前，亲像玛利亚伫伊的脚前来用祈祷来服侍伊，这是伊上欢喜的。这个时阵，咱用虔虔的心，嘛来伫主的面前来谦卑来认罪。诗篇51篇第1节讲：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咱伫祈祷内面嘛来求主来怜悯咱。咱是一个软弱的人，常常犯罪，咱需要上帝的光来照咱，所以咱来为咱家己来祈祷。 嘛，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是主耶稣，主耶稣，愿伫你的面前，因你祈祷，愿你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开朗，主擦消阮的罪，阮若有过失，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不法的罪得到讨放，得到洗清。哦，主啊，感谢你，你内面得到你的帮助，阿门。 咱来看一段圣经，诗篇62篇5到8节，咱做伙来读。我的心啊，你着静静，全部听候上帝，因为我的仰望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召唤，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管台，我袂伫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伫上帝。 我的溃烂的召唤，我的闪避的所在，也是上帝。恁正百姓着时时倚靠伊，伫伊的面前拼出恁的心。上帝是咱得闪的所在。特别继续第5节。我的心啊。 歹势已经好，咱看第8节，咱做伙念红色的字只。上帝是咱得闪的所在，是上帝是咱得闪的所在。这时阵，咱要邀请咱大家会一段的祈祷。咱伫祈祷中来呼求咱的上帝，咱要为着咱家己的心灵平安，咱的信仰，咱的健康，咱要为着咱家己的家庭。 咱的先生，也是咱的太太，也是咱的囡仔、爸母，啊，甲咱厝内底的家人的信仰、个经济、甲咱生活，佮为咱家己的工课来祈祷。咱做伙开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阮的帮站，你是阮的帮站，你是阮随时的倚靠，你也是阮的关带。主，你是阮每一个人所倚靠的。主啊，阮的心、阮的灵，要因为你来得到光强。主，阮的家庭嘛要因为你来得到坚固。主啊，阮的父母、阮的家庭、阮的经济、阮的生活，拢伫你的手里。主，阮专心仰慕你，专心倚靠你。主啊，阮嘛要为着阮兄弟姊妹，也是阮家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的工课献上祈祷，愿主赐了亮光开力，伫每一个人的工课顶面，互阮会当伫每一个工课内面得到开力。感谢主，阿拉主，哈利路亚。病厅中也是软弱的兄弟姊妹祈祷，咱咧当看周报内面有真济名单，咱特别嘛为着哀伤中的家庭来祈祷。咱昨嘛有来举办一个小姐妹的告别式，咱虽然因的厝内面还未认捌主，但是咱有愿来为因祈祷，互因伫即个哀伤内面，因为咱的祈祷得到坚固。咱做伙来为即两项来祈祷。主啊，阮恳求你，你是怜悯人的主，你是有稳定的主，愿你保守阮教会内面所有一切软弱的肢体、患病肢体得到帮助，得到扶持。哦，主啊，你的光进入因的心，你的平安喜乐进入因的心。哦，主啊，主啊，伊特别为着爱上中的兄弟姊妹和家庭的主祈祷，为着小姐妹的厝的伊的先生囡仔伊的父母来献上祈祷。的安慰进入因的心，就阮将因交托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隆上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继续咱过来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佮为着教会团结中职牧区区长来祈祷，为着咱的主日青少年。各项的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顶礼拜受洗20几位的兄弟姊妹，佮有细囝来祈祷。为着咱教会近期圣诞节有真济活动，佮牧区教会后礼拜伫即个周间拢有真济圣诞节活动，咱为祈祷。咱中间嘛特别为着咱的团队的首长的健康来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你是。主啊，我们将阮所有的区长、团长、首长的健康仰望你的手，阮的牧者拢仰望你的手，特别因伫服侍你的时阵，主啊，你嘛来服侍因，互因来享受主你的平安。主啊，我们将伊每一人交托你手，将阮教会所有的服侍，我们同心合意，合意的服侍，协比的服侍，连结伫内面。主啊，为着咱细兄弟姊妹、细囝。你，主啊，为了稳定相处，互因一生拢甲主连结，脚步拢无离。主为着阮教会圣诞节所有的活动献上祈祷，愿主的灵甲因三甲地地，甲阮所有负责的人三甲地地，互圣诞节的这个意义会当传遍所有明白你的人，明白你的谢主，谢主。继续，咱要来为着来下面的祈祷。为着今仔日两堂的服侍来祈祷，求主赐了合一的服侍伫内面。伫外口今仔天气介冷，咱为着遐同工徛伫遐服侍同工来祈祷，愿上帝平安、上帝健康，甲因三甲地地。特别咱今仔日所有的团队的服侍，若无主的同在，咱主啊，恳求你赐了合一谦卑的服侍伫阮的教会内面，特别小事、文事、连结伫阮的内面。阮所有的团队拢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愿你所设立的每一个团队拢成做一个使你欢喜的团队来服侍你的教会，甲服侍人。主啊，所阮的服侍时阵，
续，咱要来为着咱今仔日的崇拜来祈祷，为着詹水平牧师今仔日2堂的信息来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伊有温哥伫伊的口才，也是伫伊所要透放的信息内面，特别为咱家己来祈祷，为着你边啊，坐伫你边的人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因在领受这信息的时阵，会当谦卑的心，有敏锐的灵来领受主的教导。咱做伙来为牧师甲咱家己为遐这来祈祷。主啊，我们将詹牧师用无你的手，主你竞选你的仆人，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你，愿你的心大大甲伊三角地地，你的恩膏伫伊的内面，互伊所讲的、所透放的，拢实在是有气力、有能力、有亮光的。主特别帮掌管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完全放落半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你原是你的囝儿，我要听你的声音，我要来紧紧来跟对你的脚步。是主耶稣，我们将今仔2堂兄弟姊妹甲牧师用无你的手，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最后，咱做伙来举起咱的手，举起咱的正手来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基保护亚堪地馆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产业顶面，伫每时刻找歹的天使，四围保护阮、看顾阮，互阮免得受灾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真理的圣神因带阮富强教会，成做合一、彼此相听的教会，互阮看见家己的破欠，无容阮撒旦伫阮的教会有任何攻击甲破坏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从属天喜乐平安用教会兄弟姊妹，帮助阮热心敬拜，较无真理，热心为主传福音，成做你欢喜荣耀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起立，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伫耶稣的脚前。谢主的，咱来热情来敬拜咱的主。兄弟姊妹，咱热情来敬拜咱的主。耶稣，全家公义救主，将献上帝的威灵，你的正是好。我有丰盛无尽的稳定，耶稣，愿平掌管万民，天地因到尊贵而落。我用心灵相信，热情敬拜，这你无做的遐我的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听，哦我的主，哦我祷告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耶稣。
我来敬拜。